保留个母语，就讲另外还保留自家方言，就讲对伐？对一个文化的多样性来讲是非常重要，对伐？我就讲可以想象，如果就是讲如果中国就大家侪讲普通闲话，咁我就觉着中国就讲多样性就没了，搿就可能大家就讲各个文化各个地方的就讲传统文化就讲也就讲消失了，就对伐？咁么如果我就过了廿几年，对伐？到中国去生活，到上海去生活，如果大家侪讲普通闲话，我觉着就是讲好像是就是讲勿是我就讲老熟悉个一个上海搿能介一个生长，对伐？生长一个环境，对伐？所以我觉着就是讲一个各个地方侪一样的，方言对伐？文化就讲侪需要保护下来，对伐？就讲阿拉本身就讲应该是想办法就讲让自家个文化传统就讲继续一个保持下去。所以阿拉坚决让阿拉小人也要学上海话。